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甲规下晡。阮的笑开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。阿公带孙，爸带囝，翁带某，妹带兄。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生一个宝贝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欢迎收看《天天又开心》。今天要甲恁讲的就是业主拍老母。哎呦，这不好做啊！刚才听了这款的题目的名吼，真正是在心都酸呢。哦，心酸的那这款的囝吼，咱规期歹生，啊，咱生啊无意思来拍咱，对吧？是啊，是啊，伊这个吼，这个业主是20几岁啊，我20多岁啊。啊，这个老母才有60岁。哎呦，哎呦，啊，这个业主吼，啊，就迄天下班转来，啊，就坐电脑头前就开始直直拍。哦。下班转来哦，直直拍，拍到过顿工早起啊！啊，因老母看伊安尼直直拍，唔甘啦！你安尼身体会拍歹啦，直甲讲，你莫拍，要拍吼，等你困一下了后，你再过来拍。小休咧。嘿啊，啊结果伊唔听啦，全来爬起来讲，为老母全来扒落。哎呦，哦，我想影哦。这款的真正天地颠倒变啊啦！迄是推广我早去出差呢，无对卡声啊讲落去。对啊，不好做啊，对啊，老母爱伊好啊，这拍伤久唔好咧，进前嘛是一个哦，拍3暝3日，尾有时拍甲错起来呢。哎呦，哦，迄是安怎会发现？听讲已经都拍伫遐10几点钟呢，迄是要去坐到伊边仔人拍去捂着，哎呦，换人去边啊，你唔知知影？肉拢冰的啦，哎呦，啊验尸才知影讲已经错起来10几点钟，搁屁伫遐啊，所以呢，这个。电脑啦吼，电动玩具啦，实在是玩得还害人不浅啦。讲实在，莫算伤久啦。啊，像阮的囡仔嘛，无可能无算啊。有时我是想讲，嘛好啦，哎，若乖乖啊，到厝里家己跟上网安尼，甲大家玩游戏没有关系，总是无比，总是比去网咖较好啦。但是我原来会甲要求啦，我讲吼，那个咱的眼睛要保护吼，啊上晚上班，搁互你上班啦，11点12点一定爱甲我困安尼。啊，唐丽咧？我嘛有咧拍。你拍？你有咧拍？拍电脑啊，但是我妈妈有看新闻，所以都唔敢甲我管。你有这拍哦？无啦，开玩笑啦。关心你啦。我妈妈吼就讲吼，电脑会使拍，但是爱家己要载时间。啊，但是我妈妈有讲哦，伊讲吼，伊一定逐工吼中昼拢要来看咱轻松搁趣味的短剧。去办一下代志，转来你又搁一只咧困啊！嘿，规厝间的物件吼，才搬了了，你就还唔知哦。好大你搬看卖来讲。哎呦，啊你毋是咧困哦？我来咧困，你都变细细念啦。啊你也袂晓听下我转来爱困才去困，安尼我就袂甲你细细念啊。啊你来转来，我都困袂去啊你。嘿，君仔哦，毋是讲我这个做姊的人吼。安尼对你杂念呢？是感觉你哦安尼住喺厝哦，准做互你搁较无聊嘛。凊彩找一下工课嘛有通做，啊莫安尼戆戆啊过日好无？安尼我问你，我要做啥？你讲啊？凊彩啊！我凊彩就是困上好啊。哟，哎，真正是哦，到这个岁啊，哎，你的人生是拢无目标，拢无规划哦。有。我的目标就是对面的糖糖，我的规划就是娶某生囝。重点是糖糖对你也无特别的感情啊，我是感觉哦，你还是爱搁另外哦暗算啦。哈哈，姐啊，你莫干那讲我，你家己咧，你家己的目标伫倒，你的规划伫倒，人个青仔对你遐尔好，你毋是共阮共拒绝？我甲你讲，这间民宿呢，就是我的规划甲目标。
若爱情对我来讲有无什么差别？哎呦，好听好听，哎呦，死仔硬嘴巴，明明嘴讲的甲心肝想的拢无共款。哎，姊啊，我甲你讲啦，要讲人吼，家己小可检讨一下，到底你家己做会到啊未？我无甲你讲，我阁有足侪代志爱做。哎呦，哎呦，哦，安尼甲我害落，哦，我嘛袂愿听你讲，人我嘛有足侪代志要来做。哦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一个人一款命啦，真正人讲路途8字命。咱咧困就风安尼吵甲袂困去，啊人你看，拄只困到我个牙喙阁掰开开，护士帮我拢将背起内底，你甲看觅，啊，真心酸。哎呦，钱啊，好起来啊，阁困的吼，物件差了搬了了啊。你好大搬过，要脚骨甲你拱断。哦，钱啊，你咧困咧就习惯到拢共款的哈，都咧困啊耳仔阁听人讲话，所以听说阁跳工回一下咧。啊，食老吼拢无路用啊啦，但精神无多啊集中啊，啊头壳吼拢新鲜啊呢。哎呀，所以讲哦，你爱去医生看，叫医生规身躯拢甲你磨练过。摸你的头啦，啊喏，你来找我是要来招我泡茶啊？哎呀，无所在好去啊，哟，无代志好做啊，无物件好消遣啊，都足无聊的。我嘛共款足无聊，那毋知要创啥啦。对啊，无找一个趣味的代志来做，真正无聊死哦。是啊。阿君哥哥，我趣味的代志来啊。哦。哎呦，你莫逐工咧练笑话好无？你敢袂使做一寡较正经的代志？向吐槽吼，应该啦。我吼拄则阮姊啊，安尼甲我念，下载我就知影规工拢袂顺啊啦，无插甲你一个啦。真的哦？啊，恁姊啊，你咧甲你念啥物？啊就我问，逐工较讲卖遐个，啊是干明先生啦，无你嘛找代志做，莫是干甲来顾困啦，啊我都毋知要做啥。你会当看册啊，增加知识啊。看册，我少年的时阵看册都看袂落，愈读愈册，啊即摆有岁啊，搁来去看册，敢袂感觉足奇怪？我是感觉即摆看册吼，嘛真趣味，真有兴趣呢。尤其迄堂堂教我迄款的考卷，好才有效。是啥物考卷？331是啥？是迄个往3林堡的公车吼。这毋是咧，331就是吼，逐工学习30分钟，啊运动嘛爱30分钟，啊搁来日行一善，这3项代志合起来就是331。哦，你会记得袂？咱以前吼读册对内容吼拢无啥兴趣，啊毋过即当阵咱会用的吼，往咱甲拣一寡咱喜欢的册，也是影片，咱来看来介绍，安尼咱会增加咱的常识甲知识啊。啊，佮找一个时间，咱来锻炼咱的体力。哦，煞咧上要紧一个代志，一工爱做一个好代志。安尼迄工咧过起来都非常的充实。哎呀，赞赞赞！哦，听起来真好咧。真好吼，安尼阿君哥哥，你敢知影啥物是人生的3宝？啊，3宝我知啦，我定定要阮姊来食。迄3宝真济炒内面有叉烧，有油鸡，啊有鸭肉，迄偌好食咧。这毋是咧，人生3宝呢？哦，人生3宝哦，我知。1宝就是娶某，2宝就是生囝，3宝就是趁钱。你吼，逐工肚子吃饱饱，你就会使啊。毋是哦。你听好哦，终身学习、终身运动，啊，搁有终身反省，这就是人生的3宝。这目的吼，就是要鼓励咱社会大众所有的人哦，培养这个学习的习惯，啊，搁有规律的运动，啊，搁来就是爱定定吼，心存这个反省，啊，搁有感恩的心。哦。啊，搁有啦，咱人吼有一句话讲活较老，活较老。学习是永远咱人生哦上好的课程。只要你把握这个331，你就法度把握你的人生。迄个规工过甲有够充实的。安尼好，安尼我已经知影我要做啥代志啊。啊，你今麦要做什么代志？等下你就知。啊，原来是要做啥？我知。你毋知？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、4。
今天做到这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哎，谢谢老师，嘿嘿，感谢大家哦。啊，运动袂歹。哎，我啊，都做到了煞哦。嘿，啊，恁两个穿运动衫来高雄啊，想要做运动哦？哎，啊无，阮两个是要来走路的哦。你无目睭嘛，两个过来看穿运动衫嘛，知要创啥呀，对无？哎，会长，哎，你今日呢，敢若较早结束哦？哪有较早结束啦？啊，毋是和平时同款啊。我看你时间家己分唔对去啊。哟，君啊，都无简单的哈。你也想要做运动哦哈？对即摆开始哦，我逐工要运动，而且哦要学习个常识，我煞来要日行一善，这叫做迄落331的活动啦。哎，会长，你嘛知331哦？哟，这331的活动哦，是我甲青啊、甲糖糖讲的啦。哦，啊，政府哦，为99年哦，就开始推行这个331的活动啦。啊，叫大家吼，每一天要有30分钟的运动，啊，30分钟的学习，也个有爱日行一善，哦，啊来鼓励全民哦，大家来参与啦。哦，会长啊，啊你遮尔了解这个代志，你要公布出去，啊，有每间的民宿吼，啊认真落去推广这个331活动，毋才对。哟，啊，我不但有公布，啊，我嘛有讲啊，只是你家己无注意尔，你还搁咧怪我。哎，君啊，哎，咱今日已经袂赴啊，袂赴运动啊，咱煞来要安怎？无咱就明仔较早来，啊，这要等下休困。好。不，等下啦。哎，迄运动哦有真侪种方式哦，啊不止会当做体操尔，啊嘛会当跑步啊，啊嘛会当拍球，嘛会当游泳啊，这拢是真好的活动呢，对无？啊，恁两个运动衫既然穿落去啊，来，我带恁来运动，好，来开始哟，啊对我走哈，来，先原地踏步，来，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、2，来，开始跑步，走。喊再喊。糖糖哦，哎，丽丽姐，啊你毋是透早就落去运动啊？怎几点还搁咧运动？啊，就想讲吼，闲闲无代志啊，加减猛叮当一下，对身体有好无歹啦。讲嘛有影。哎对，吼，阮舅仔吼，就是安尼运动衫换换就拼出来啦，是你叫伊运动啊？嘿啊，哎阿君哥哥吼，伊逐工讲，哎哟，足无聊的，无代志好做，啊，我就建议伊吼做即个331的活动，啊吼，有代志通做，伊就较袂无聊啊。糖糖哦，你讲啥吼，阮舅仔拢听下入去哦。啊，我这做姊来吼，若讲两句吼，就嫌我脏了。丽丽姐，阿君哥哥无即个意思啦，你莫想伤济吼。我咧想讲，敢会是真是我伤生伊，啊是讲伊的代志我管伤济，所以挑工要甲我作对。袂啦，有一天吼，伊会体会你的用心啦。啊，丽丽姐，要不要喝咖啡？哦，唔，我还佫足侪代志爱无闲的，无爱陪你啉咖啡啊吼。好啦。哎呦，啊你两个去动转来哪？咱足忝的啦。我拢软骹去啊。我的脚吼行路拢会皮皮喘，啊我看手吼，若你食饭举猪嘛举袂掉。哎呦，恁两个吼，就是平常时欠运动，啊若逐工吼有安尼规律的运动吼，就袂安尼啊啦。哦，那逐工安尼操练咩嘛休息吼。哎，阿君哥哥，运动是对身体有帮助，免哪会休息？你毋通后白讲。而且吼，咱即马啊，咱的政府啊，咱这个人口数，运动的人口数已经有咧增加，差日本一点点啊尔，所以恁还佫继续加油，干巴得。哦，你意思讲会愈操愈勇就对啦。嘿，安尼好，有你的鼓励，我搁拼咧。吼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嘿，啊那恁毋通伤拼呢，拼一个腰若闪着，看要安怎？哦。今日咱拢无看丽丽，丽丽姐，啊丽丽拢无出门啊？有啦，拄则有出到我开讲啊，我入去，心情敢若毋是介好。心情毋是真好，是安怎？啊，就伊啊，你啦，我。伊欺负丽丽姐啊，所以丽丽姐心情歹。无你讲啊煞对。伊是阿姐呢，阿姐较大呢，我是弟弟呢，哪是阿姐咧欺负弟弟，哪有迄弟弟咧欺负阿姐？哈，有无吼？
你家己心内知咧啦。做这吼，迄个心永远拢嘛是关心你这个小弟。唔知影好报酬，逐工家己遐甲伊冤家啦，啊差要食饭，啊要拍小弟。你有听无啦？你拢袂晓好保守，保守你捌嘞无？不是这个袂插头的啊？无啦，照下讨价遐迄个啦。啊，规整讨套头。哎呀，敢若隔壁无讨着咧。我就回收啊。哎呀，啊，规整拢烧了了。足毒的。足毒的，我甲你讲。哦。啊，你今日毋是有甲我讲，讲你甲恁姐姐你啊两个吼门四板斗袂捌，啊两个冤家。可能为了这件代志心情无好。哦。啊，讲来讲去，钱啊，你意思叫我较回息的啊？要不然是我吗？我甲你讲哦，代志的轻重你应该会清楚吧？这唔免我甲你教啦。安尼哦。我了解。丽丽啊！哎呦，啥？啊坐啦。啊，你买一罐吼，你爱食的水果啦。来，互你食。哎呦，哪会着安尼较功夫啦，老难呢。袂啦。丽丽啊，你还阁有你受气棍啊无？当家己的小弟啊，是有啥物通我受气啊？啊，恁小弟吼棍啊，伊的个性吼比较乐观啦。啊，伊有当时也无想遐尼济啊，所以你做姊的人，你应该吼来原谅你的这个小弟，对无？啊，你莫甲伊计较，啊，代志就好了了啊。我知，哎呦，青啊，等我讲啦，我这小弟啊吼，我敢会比你较无了解伊哦。讲正经的啦，准做你即摆无来替伊讲好话吼，我后来袂甲伊计较。哦，赞！姊啊，你这个个性我上欣赏。阮姊啊，这个人度量真宽，伊拢袂甲晚辈哦来计较。姊啊，会忝袂我甲你领领哈。大不人大不清啊，可能撒娇哦。有啊，撒只水饺咧。会姊啊，讲实在啦，我若讲话吼，安尼较失礼所在吼，较无礼貌吼，你才多多包涵，多多原谅。我拄则甲你回失礼啦吼，对不起啦，すみません啦，I'm sorry啦，吼，莫生气啦吼。是啦，无咧甲你受气的是。哦，真是啦。君啊，真正无简单呢。你有法度安尼家己自我反省，吼，有勇气。有勇气哦，这自我反省吼，我那331活动内面真重要课程之一啦。我要提高着我品德的修养，所以增加着我的常识，所以训练着我的体能，安尼日子过得才会充实啦。君啊，喂，你即摆咧这摆想哦，是啊，足欢喜。我讲，安尼吼，对即摆开始吼，我原来要甲你共款，逐工呢，上届无爱学习30分钟，运动30分钟，啊，佮日行一善，自我反省。过来，喂，咱家底下吼，互相鼓励，给你快！耶！哦，有滴嘛？来，车坐。哇，有弟啊，有。你早遐坐车要创啊？这个册哦，拢棍也要爱啦。我落去图书馆了吼，听伊借的啦。棍啊，爱册哦，拢一寡文学的作品呢。无简单呢，你要看遐济册哦。当然咯，我今日开始哦，要提高着我的素养、我的修养、我的品德，所以我要看一寡大师级的作品，而且呢，我要确实吼推行331活动的课程。相信，搁无偌久的将来，我就会脱胎换骨，变做另外一个人。哎呦，君啊，我为遮甲你看去吼，你的头壳顶都有一个金，一个圆圆的这个金光呢，金光闪闪。哦，水气千条。对，你也看，啊，你敢若要升天共款嘞。有啦，哇，咱民宿这哦，连面要出一个高人啊呢。钱啊，啊，恁拢袂输敢若好兄弟呢。啊，恁是好朋友呢。啊，慢慢安尼讲话，甲阮恁棍仔闹开吼。人阮棍仔即摆要用心看者，毋知爱甲鼓励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乡亲，今日要讲的这个俗语呢，就是食较老，学较老。哦，这什么意思嘛？什么意思？啊，就真简单啊。你就是讲哦，食到遐尼老，你嘛是爱学啊。哦。因为这学历无止境的，无止境。哦，咱讲食一回学一回啦。对。
但是吼，我感觉即马嘛无一定讲活到老学到老。哦，自少年都爱开始学啊。哦，是安怎讲？拼命的学。对啊，因为咱即摆有的人咧上班嘛，啊，你拢永远拢坐伫遐，你没有在增长知识吼，其实是永远无法度升迁。啊，所以吼，咱即摆政府吼有推动一个活动非常好。啥子活动331。哦，这我知啦。你知哦？这个推行的这个袂歹，这个就讲吼，一工爱拍3笑，啊，拢拍3亿啦。喂，你卖茶呢？想拍嘛错的啦。哥哥，咱咧地叫演过啊，你应该知啦吼。应该知对啊。这个331就是讲吼，咱吼一工一定爱做30分钟的这个学习。咱吼唔捌的，咱赶紧甲学起来就是咱的啊。是，所以佫一工要做30分钟的运动，训练咱的体力。对啊，啊个小来呢，都爱日行一善，嘛爱自我反省哦。哦，做一件好代志。所以讲吼，咱食老吼，莫用嫌，嫌讲咱老，因为咱老虽然老，但老嘛有老的定义啊。哦，你若讲讲食了徛无元气，啊坐咧就哈去，啊倒的讲困袂去，啊若放尿讲插插滴，迄少年家讲吼放尿安尼转过溪啦，啊若老的讲吼这滴落下。啊，无食就受气，啊食饱就放屁，啊那老伴吼歹甲屁啦，哎呦，唔敢搁垃圾，哦你需要拜托的，老翁老母啊，因翁是讲要甲垃圾啦，老母讲唔爱啦，等伊啊食到老啊，搁你垃什么字，要用笑死啊！啊儿孙就走去味啊。囝孙啊吼，你看你食老，拢无人要甲你用嫌你操劳现啊！系啊，拢赶紧走去味，啊，就等甲你死吼，赶紧转来分财产。所以儿孙走去味，孝想我的钱。哎，这要过连续剧咧。所以讲出门无底气，啊每日就想要死，啊见讲讲过去，啊随讲随袂记哩，啊要死又搁无勇气，啊只好甲活落去。啊，既然咱若要活落去，啊，就爱有意义，心情爱欢喜，代志放互你啊。对啦对啦，啊，不过你代志袂当放互你啊。咱既然都食遐尼老，咱就是爱做一寡有意义的代志啊。当然啦，所以我唔知要念这段互恁听。来，算起来30才出世，啊40困伫摇篮边，啊50呢也阁是红衣，60还是小老弟，人生70才开始。80无稀奇，世间90满是100笑嘻嘻。咻，这个30分钟又过去啊，要搁甲恁讲再会咯。啊，咱今日天天又开心咧，要奉劝咱所有乡亲，活着就要动，爱活动，大家都爱努力实行。1、3、3、1。夜夜雨绵绵，孤单心稀微，想起你。我甜蜜的过去，窗外的雨水是我的情泪，思念的歌不停诉爱悲，一粒心犹原袂平静，才知爱。